公元275年，長江平靜嘅水面上，突然出現咗異象，無數木屑順流而下，看似無害，但背後卻隱藏住一個足以顛覆國家嘅巨大陰謀。東吳邊境嘅官員見到呢啲浮木，心裏面隱隱感到不安，究竟上游發生緊乜嘢事？答案就喺千里之外嘅蜀地，晉朝大將王浚正奉命秘密建造一支史無前例嘅水師，巨型流船拔地而起，每艘船都大到可以載數千人，宛如移動堡壘。成千上萬嘅工匠日夜趕工，廢棄嘅木料源源不絕咁衝入長江，成為東吳滅亡嘅第一個預兆。可惜東吳君臣對呢啲警告置若罔聞，佢哋冇辦法想象，幾片浮木竟然預示住一場大規模嘅侵略。當晉軍嘅流船真正出現喺長江上時，一切都太遲啦。東吳最終滅亡，而呢幾片浮木，就係歷史留低嘅諷刺。